传道书第4章，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压迫的代志，受压迫的人流目屎，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压迫因的有势力，受压迫的无人甲因安慰。因为安尼，我甲遐个已经死去的人恭喜，因比要活地的人较幸福。搁遐个还未出世，未看见日光下面所发生歹的代志的，我看因比这两款人还较好。我阁看到人一切的劳苦甲逐款工作的成就，是因为人甲人中间的怨妒竞争造成的。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愚戆的人手揽兴毋做代志，要甲饿死。一手满满，毋久安然自在，比双手满满着劳碌佮掠风较好。我阁看到伫日光的下面有空虚的事，有人孤单无伴，无囝嘛无兄弟，也有劳碌无煞，无看所有的财富做教业。伊讲，我劳碌刻苦，无享福，到底是为啥人？这嘛是空虚，是无意义的工作。两个人比一个较好，因为两个合作会得到较好的效果。若一个跋倒，也有一个会当甲伊扶起来；若家己一个跋倒的时，无人通甲伊扶起来，这个人就真不幸。两个人做伙困较烧落，家己一个哪会烧？受攻击的时，简单一个人拍袂赢，若有两个就会当抵抗。三个的锁无遐好踹断。善车有智慧的少年人，比年老毋肯受忠告愚戆的王较好。有人对家甲出来，后来做王；有人出世伫王宫，后来变做善车。我看伫日光的下面得生活的人民，拢群底煞接做王的少年人。伊有领导真侪人民，毋过后来的人对伊无介意。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